如果你想拎外國 PR 或者護照，但又唔想長時間離開香港，更唔想坐移民監，有冇方法可以一邊喺香港揾錢，一邊拎身份呢？答案係有。大家好，我係 Ken， 今日同大家分享4個方案，俾你可以繼續喺香港揾錢，但又無需移居就可拎到 PR 身份。如果你資金充裕，可以選擇投資移民。另一類係如果你唔想使太多錢嘅，可以考慮用公司創業形式。好，事不宜遲，即刻開始。我哋先講投資移民啦。第一係新西蘭嘅 Investor Visa， 呢個簽證嘅最低投資金額係500萬紐元，投資喺新西蘭政府認可嘅資產，投資年期為3年，而且居住要求極低，3年內只需要住滿21日，又可以拎到永久居民身份，唔使坐移民監就可拎 PR， 住唔夠1個月就攞到身份，係咪好正呢？第二，葡萄牙黃金簽證，呢個係投資50萬歐元入政府認可基金，每年只需要居留7日，就好似每年去過旅行咁，5年後就可以申請永居同護照啦。整個過程唔需要長期住喺葡萄牙，該基金喺5年後亦都可以賣出，有機會財息兼收仲拎埋身份，呢個係最少移民監取得歐盟護照嘅方法。如果你想使少啲錢，可以睇埋呢2個創業方案。第三呢，葡萄牙 D2 創業簽證，佢一般做法係投資5萬歐元，開自己嘅公司，冇行業限制，甚至可以將現有嘅外國企業設立葡萄牙分公司。如果係科創性質嘅 startup，仲可以有彈性嘅居住年期。我哋喺葡萄牙當地嘅合作團隊仲可以幫你打點一切，令你無需煩惱，無需自行營運公司，就可以成功符合拎到永居及護照資格。第四，加拿大 SUV 創業移民，呢個簽證可以直接拎加拿大 PR， 無需短期內移居，無需創業經驗，無需自己帶項目，我哋會幫你申請指定機構支持，獲批後就可以一步到位拎 PR。申請週期3到4年，直接批出 PR 簽證之後，最長仲可以繼續留港3年後先移居。你只需要確保喺 PR 簽證批出嘅5年內，喺加拿大住滿2年，達到保留 PR 身份之要求。由申請至到真正需要去加拿大坐移民監，最長有6到7年時間。可以先喺香港繼續揾錢，唔使好大費周章咁，仲要用好多錢就可以直接拎到加拿大 PR。總結一下，有資金嘅話，可以考慮新西蘭 Investor Visa 或者葡萄牙黃金簽證，上市資本或者創業移民，葡萄牙 D2 簽證，加拿大 SUV 都係好選擇。如果想了解更多詳情，記得留言俾我哋啊 ，like 埋呢條片 ，subscribe 埋我哋頻道啦。